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9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，以赛亚书32章第1节到第8节，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公正的王。昨天我们谈到了上帝的判断。上帝的判断并不是随意的，或是说随便的，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、旨意以及公义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上帝不偏待人，上帝有他自己的审判的标准，他是公义公正，而不是那种表面的公平。以赛亚书32章第1节到第8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有一天将有以正义掌权的国王和公平治国的领袖出现，他们个个像避风港躲雨洞，像沙漠中的泉源，荒野里遮阴的巨石，他们的耳目要为人民张开，他们对人民不再厌烦，却要以同样的这种同情的心来行事，讲话不再吞吞吐吐，不再有人以愚拙为高尚，也没有人称小人为君子。愚拙的人讲话没有意义，专想做坏事，他的一言一行都侮辱上主。他从不给饥饿的人饭吃，不给口渴的人水喝。狡猾的人专做坏事，他用诡诈巴谢穷苦人。他以撒谎使贫困的人得不到应得的权利，但高尚的人做高尚的事，他对做高尚的事始终支持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，有一天将有一位以正义掌权的国王要来治理国家，这一位领袖是以公平公正来治理国家，这是预表将来的救恩，弥赛亚耶稣基督。犹太人接受了摩西所颁布的10诫律法，在生活上面，在宗教上以及各方面都严守摩西的诫命之规范。对于昨天我们谈到上帝判断的标准，就以摩西律法也来做标准吗？当然不是全部，其实重要的是以上帝慈悲怜悯以及公正为标准。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8节，保罗这样说道：外邦人没有摩西法律，他们犯罪就不在法律下灭亡；犹太人有法律，他们犯罪就按照法律受审判。因为上帝宣判为无罪的，不是单听法律的人，而是实行法律的人。外邦人没有法律，但是他们本着天性做了合乎法律的事，他们就是自己的法律。虽然他们没有法律，他们的行为显明了法律的要求是写在他们心里的，他们的良知也证明了这是对的，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候谴责自己，有时候为自己辩护，所以按照我传的福音，上帝在末日要借着耶稣基督，针对着人心中的隐秘施行审判。那么
你怎么样呢？你自称为犹太人，依靠法律，又夸口你跟上帝有特殊关系。你已经受法律的熏陶，知道上帝的旨意，能够明辨是非。犹太人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判断标准，但是一般的人、外邦人则在恩典之下。重要的是人无论是在犹太人或是外邦人，是否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要用上帝的标准明辨是非，跟随上帝的旨意而行，这才是最终我们看到上帝审判的标准。诗篇146篇，要赞美上主，我的灵啊，你要颂赞上主。我有生之日要歌颂他，我要一生一世歌颂我的上帝。不要依靠世上的首领，不要信赖必朽的人，他救不了你们，他们一死便归尘土，他们策划当天变成泡影。得到雅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！那投靠上主的他的上帝，这些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他始终持守他的诺言，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，他赐食物给饥荒的人。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，使盲人得看见。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他爱惜正直的人，他保护寄居的外人，他扶助孤儿寡妇。但挫败邪恶的人的诡计，上主要永远作王。西安啊，上帝要永远掌权，要赞美上主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，按照你自己的公义的标准来过生活，谦卑的顺服的追求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不以自以为意，自己当上帝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这样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